布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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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布鲁布鲁。布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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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布鲁布鲁。布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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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布鲁布鲁。布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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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布鲁布鲁。豆豆，哎。我趁伊，嘿，我叫伊无哭，等伊，毋是等伊，趁伊即马搁咧哺乳。我先甲大家讲一下今仔日的行程。票免我等下，袂记得我进行到倒。我甲恁讲，我今仔日可能袂哭，我毋知。等下咧，我会先，我的声敢会伤大声，还是差不多？我等下，太现大。等下咧，咱会先来看棉仔糖。刷落来咧，咱会搁耍一间bingo。搁来，咱会来写即落咱的毕业纪念册。最后一间我耍只bingo甲安怎？我知影即摆搁咧哺乳。刷落来就是一寡其他的代志。争取一个last no bingo 王，对无毋对？今仔日会算5×5，礼物。我甲恁讲，礼物的部分就是，伊竟然抢我的 bingo 去耍。礼物的部分，就讲有上翕相互我看，毋过因为迄落风台的关系，我袂收到物件。希望就是经过风台，伊是安全的来到我的手头。好，那安尼咱就要转场，然后开始今仔日的出业典礼。好，我开始咱的。有 K 还是啥？袂记得闭眼，哎呀！毋是呢，有较无共，什么意思？我知影，因为咧，我今仔日有开 reverb， 我总算开 reverb 吧。歹势，我漏讲一件代志，我本来头前才要先唱一下蚵仔面线，毋过我忘过啊。那安尼咱就先挨煞子，然后念棉仔糖，然后耍bingo耍了画图的时阵来唱歌。
好，就决定安尼啊。嗨呀，嗨呀，好，咱要挨拶あ緊張する。本当に緊張する。でも頑張ります。我有瞎好呢。刘德甲要玩搞炸，白骨要玩搞炸，三度时要玩搞炸，谢文要玩搞炸，阿孙要玩搞炸，无锡要玩搞炸，丽丽要玩搞炸，丽叔要玩搞炸，佑熙要玩搞炸，阿叔要玩搞炸，天际要玩搞炸，朱松要玩搞炸，小鸡出点边要玩搞炸，西斯克要玩搞炸，三娃要玩搞炸，朱修要玩搞炸，小条要玩搞炸，阿咪要玩搞炸 ，David 要玩搞炸，阿杰要玩搞炸，西野要玩搞炸，表西要玩搞炸，友谊要玩搞炸，最牛要玩搞炸，CC 要玩搞炸。都结婚要玩搞炸 ，Andy 要玩搞炸，敢有老高？敢有老高去？好，这是啥？我会当直接看到是无？你呢？什么意思啊？毋是，我即摆袂当，我即摆袂当看大家毋知影的代志啊，对无？咱等下才看。好，搁会伫拜搭，叫你排骨，好啊，恁排骨做恁叫啊。好，排骨做恁叫。我 BGM 敢是今仔日做细声，决定要甲伊开较大声。好，好，咱来看棉仔糖。棉仔糖有人讲要唱咧啦，唱咧我就互伊唱咧，无听到 BGM。安尼咧，安尼。アリガとみんなのスーパーチャット。好，来看棉仔糖，咱今日我的棉仔糖。要假说一下，你是讲 BGM 还是我今日的声较大声？安尼咧，我感觉伊应该有开始要超过我的声哦。我无甲 file 拍开，无怪看袂着。好，安尼就安尼啊。其实要玩搞炸，虽然我汉信真少出现，不过我会想你好，多谢你的想法。我知影有足侪人，就是平常时拢呛水，就是就是平常时拢呛水下骹无回应，毋过若是你有偷偷出水，互我看一下的时阵，我基本上会对你有淡薄仔印象。毋过若是讲，就是我要搞炸，若是真少出现，我可能会对你有印象。毋过若是你完全无出现过，我会记住有淡薄仔困难啦。小鱼暗慢搞炸，为米床变做盐水的就去炸。咱今仔日这个月暗慢搞炸，咱这个先摆毋敢当咧，我会当甲最后这个会就送出去，互最后一天大家会当使用这个。真正老师话足够水的 emoji。真无送 emoji 啊，就是表情符号。三度时要玩搞炸，苏尔要玩搞炸，过客要玩搞炸，毋过恁就是老明要玩搞炸。我头拄感觉，因为我今仔是开迄个成员的名单啦。莫讲 cry， 我无 cry 呢。那你有讲我玩搞炸，分的玩搞炸。就是先有一寡人，
一寡人，这毋是我的签名，莫有白讲。有一寡人是，就是通常拢伫海信的上尾啊，才会常常出现讲暗安还是啥，啊，我拢会偷偷啊记咧安尼。面线若吹落，敢会互我 cry？ 袂，我即个人无咧 cry 诶，敢若蛮搞炸。LCC 啊，蛮搞炸，什么意思啦？我等下搁要唱歌，我是要即马开始 cry 到什么程度？哦，你是讲最后出来的人是无 ？Patrick 刚蛮搞炸 ，LCC 抽根平安，所以就无论你是定定出现，还是真少出现，还是无出现过，有互我看到的，我拢会尽量会记住。第二已经无算唱水啊！你出现的迄个时间，我已经有淡薄仔知影哦。南肯暗暝搞炸，咱今仔日来无咧 cry， 对啊，我无咧 cry。好啊，若是跳舞暗暝搞炸，对啊，对无？南肯就是进前要算迄个，系啊，我感觉可能会舞毋着人，可能会舞毋着人。唱你把我的心，那安尼我就爱去病院斗迄个，我的心血管可能冻袂掉。很多牛牛对阿心以后的未来动向，讲有啥物指示？若有机会来到打到，就请我食好食物件，相信有诶，佮见面，所以继续等待再会时间，祝福我像跳王共款，顶顶世界，未来愈来愈快。我其实等下，我想看要，我想要回迄个社畜联合，就是我一直俩准讲迄是社畜诶。甲阿酸的情敌共款，我一直想讲是，就是即个时阵甲迄个时阵，我毋知，我想讲是你的另外一个口罩，想讲你准备要出道啊，准备要出道，所以爱准备另外一个口罩嘛，就是可能是即种状况啊。所以联合是就是伫遮的人尔，是大家拢熟悉的人哦，还是我本来想讲是弄名还是啥？目前很多牛牛对我未来，我应该就会先休困，对，就是继续伫遮休困，安尼。打狗是一定会搁去，因为我就介打狗，即届迄个风台打狗有淡薄仔严重，希望因高雄会当顺利排水，台南嘛是，我有看到迄个盐水遐嘛是淹水淹甲。我今仔日只要社畜佮讲着洗身躯，我就佮甲变掉。我一定决定啊！即马安那？对，所以若是有去打狗，大家就会当去坐去迄落。系啊，即马足侪所在佮拢咧落大雨。啥物？恁啥物讲？系啊，反正就是希望排水。我今日看到迄个盐水的新闻是，盐水的新闻，迄个水已经淹到车顶啊！少年仔免搞炸，就是已经淹到一层楼悬。啊嘛有看到迄个，嘛有看到迄个，迄叫啥？咸水哦，是咸水哦，毋是盐水哦。人啊，蛮
歹搞早，就是看伊饮水饮甲足困扰诶。搁有迄落呢，我搁看到有个人讲啥物，看到外口有酷拉伫外口，看到有酷拉伫外口，啊，着甲迄个酷拉留入来因兜。啊，毋过会当就是因甲酷拉会当伫外口扑，应该真严重啊，所以真希望紧排水顺利啊！风台到底敢过啊？我会记一风台敢已经过迄落啊，对无？就是已经离开台湾啊，只是迄落水气搁足重的，所以搁一直咧落雨。所以我会去打狗，我嘛会去打狗食好食的，我嘛会去北港食水鸡汤，我嘛会去食鸡藏冰。哦，外围宽流，对。哦，西南气流咧散，所以就是加油。啊，我嘛就想要去园林食，卤肉冰，大家会分享我爱店卤肉冰，伫园林火车头行路12分钟的款。对，好啊，亲像跳舞共款，顶世界，园林，敢是园林冰啦，毋是，伊是卖卤肉饭的。伊是卖卤肉饭的，叫做冰阿冰的冰。对啊，到底是安那？我知影台湾做侪好食的物件，啊，毋过就是，啥物人？你即摆排骨、卤肉拢会当叫你是无？若是中华人反正会知影，迄间拢定定足紧就卖了啊。啊，有足甲伊的菜脯的，啊，伊的迄个四瓜啊，黄色的迄种，拢伫遐。无呢，无歹势，阿斌毋是叫伊哦。食饭个啊！有淡薄兴趣哦，我想要食虾仁肉丸。Little Piggy 还蛮搞炸。我想要食哦，搁有人参冰，搁有鸡肉。好，反正就是好。像跳舞共款，黄色的龟啊，对，黄色的龟啊，我拢叫伊黄色的龟啊。塔古啊，对，就是黄色的龟。我跳舞有淡薄仔悬，而且一直烧落去，啊，毋过可能这就是人生。希望我的人生毋免伫冰角顶面跳来跳去。好，听到就是要毕业，感觉真毋甘用台语伫中国面讲社会生活，真正是较辛苦，坚持到哪已经是无简单。感谢至心，互我体会用台语甲 VTuber 开讲的趣味。毋管你未来要舞啥，我相信一定有好成果，祝你平安顺遂。毋是，今仔日就是一直爱聊情喘气。哎呀，毕业证毋敢是，我嘛毋甘领。而且足侪人，要用台语伫遮生活是真正，是小阮，确实是因为就是你爱超足侪问题嘛，比如讲你今仔日去超商，你的电话，你的会员号码，0923，我拢有诶时阵用手笔，有诶时阵安那，毋过，拢会就是需要一寡较低诶成本，毋过有诶时阵对我来讲，若是我迄个时阵成本负担会起，我会尽量就是用我诶
我的母语去甲人讲话，要讲有简单，也是困难，也是啥？我感觉，毋是泰国，泰国话，就是其实恁逐摆开台看到观众伫遮含我讲话，事实上是逐摆拢会感觉，真欢喜的代志。有诶时阵嘛会想讲，毋知影，第一摆来诶观众，看到开讲笑，就是拢写台文，敢会毋敢讲话。事实上嘛会，毋过这毋是写台文的恁的问题。我相信有咧写的人拢知影我咧讲啥，就是看袂惯势，也是看会惊。这是正常的，若是有想要学、想要留落来，有足侪人一开始是完全袂晓，即摆会当就是对咧讲话也是啥，我感觉是，我不要紧，小讲的我抬调啊，对，所以，相信未来即个台文的路会愈行愈快。只要大家做伙行，就会愈行愈快。未来要舞啥？我足介意舞啥即个词。我毋知影进前应该无甲你分享过，就是迄个舞啥即个代志，因为我感觉学爸母有淡薄仔学爸母的感觉嘛。我足介学爸母有诶无诶，比如讲创奇怪的咖喱啊，是啥？比3万牛仔，搁有其他的啥物？你搁咧舞啥？还是讲你搁咧变啥嘛？就是即种，是一个台语特殊的用词。我就介意，多谢小阮的名仔糖。我是3万牛仔。这个问题，大家敢有看到昨日我伫 Twitter 顶面有 po 一篇文，我本来想讲，迄个 po 迄种文，毋就是应该爱大家想讲足甘心就是爱感觉足甘心哎哟，哪会安尼伊爱我，还是啥？结果叫人咧想，迄个黄色的爱心是啥？迄个黄色的爱心当然嘛是面线的色应该是啦。啥物叫做佚佗食物爱心黄色。好，我要讲老实话啊！就是黄色其实无啥物意思，黄色是我后白饲的一粒爱心。对啦，哎呀，对啊，我迄个时阵就是想讲，黄色的爱心就是咖喱色嘛，黄色就是咖喱色，所以我特别拣一个爱心是黄色的，安尼，哎呀，什么黑白刺，这毋是黑白刺啦，是黄色的爱心。对，那我台湾的咖喱就是加足侪迄种，就是足光的咖喱啊。对，而且这个毋是我想到的，是头拄仔小文讲是咖喱色，所以对啦，即马就当做咖喱色，所以互面线包围的黄色爱心就是咖喱色。我敢若即届臭回答，如果像你的老话，真正拢会互冻着，真正拢会互迄个冻起来呢。我即摆看 YouTube 咧开讲笑，到底上到你是互自问讲你
主问讲你会讲啥物奇怪的话是无？你的迄落老话定定无伫荧幕顶面出现啊？我就介意食会发光的咖喱呢。对呢，哪会安尼？我海是就是可能一寡平常时无看到就新闻的人，我甲恁讲一件代志，就是我平常时其实是一个食到的物件拢真好食的人。伫基本上我会特别拣好食的物件，佮有就是家己煮的物件，平常时拢家己煮，所以嘛无啥物有失败的问题。只要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是，日新陪你食中昼的海鲜台，也是讲暗时食饭，有甲大家做伙有开海鲜，都会出代志呢。是啥物2包饭2包无熟，炒饭结规丸，佮有啥物食高烧薏米内底有叶啊，佮有啥物就是奇怪口味足咸去买迄种。毋是连锁，毋过就是排队足侪人迄种咖喱饭。咖喱饭这种物件伫外口，就是正常若你买，足侪人食，可能是袂有啥物大代志。对，米心无头迄种。毋知影是安怎，只要开海鲜，我食的物件拢是足歹食。对，若今仔经常煮咖喱，就经常就足奇怪的，米心无头。唉，对啊，就是毋知影是安怎，就是敢若拢会平常时安全无问题食物，伫海鲜的时阵拢会无好食，也是海鲜的时阵原本就无适合食物件咧。我敢来，你是讲物件歹食？可能是哦。敢会食肉？我毋知你的长句伫倒位呢？肉面线，你是敢会食肉面线是无？肉面线，敢是讲肉羹面线？阮阁有你的迄落呢，表情符号呢，阁有写你的名。冻煞。有可能哦，恁敢有感觉看歹食物件海鲜，迄工恁食的物件拢特别好食，还是看人食无好食的物件，家己食的物件，敢若特别好食。好，看伫这个黄色的爱心。黄色的爱心呢，就是咖喱色，因为我介意咖喱，所以我甲咖喱甲面线包起来。毋是我甲咖喱甲面线包起来呢，是我甲对，我甲咖喱互面线包起来。哎呀，就是我有足侪面线拢足爱我安尼。好，就决定是安尼啊。无暗暝熬早，对，就是安尼。好，这个问题敢有已经回答了啊？这个敢是社条投稿的？若是有，我即马回应了啊，敢有满意？好，再来是，我就知影是你。再来是结婚。无满意嘛，无法度。即礼拜一直咧透风阁落雨，亲像天公伯拢咧流目屎，实在足毋甘咱敬爱的心，听起来足酸，我已经倒伫遐，即礼拜拢一直咧透风阁落雨，亲像天公伯拢咧流目屎。实在足毋甘咱敬爱的律心，今仔日要毕业，可用心的旅程。但是，咱现在知影，无论是做 VTuber 还是无共行业，拢有上困难的所在。若是有法度伫家己喜意，甚至是会晓的工课中找有会当点破的方法，真正成功就是家己的。要
是共款，爱互你祝福。若是拄着求他兄弟，阮会诚心祈祷，将思念甲鼓励分享互你心。不是咧关注的观众建婚，多谢建婚。这礼拜真正是透风落雨。等人家甲恁讲透风落雨的代志，请大家提醒我，伫我唱歌进前，我今日会唱歌，伫我唱歌最后唱歌进前，若是我无讲透风落雨造成啥物代志，恁来提醒我甲恁讲，若袂记住我着无法度啊吼，对，真正是大家敢知影？就是新しいの旅行的新しい甲可可乐の心是无共款的，就是心是心中的心，是合喙的心新しい的心，new 的心就是恩的心是无合喙的心因为我这就是有一部分是海音啦，咩啊蛮搞早。有一部是海音，毋过足烦恼。有人讲，就是我今仔日去买一个新的佚佗物安尼会出代志。就是敢若，着我想讲着小解说一下吼，这是台青文，这应该是台青文。我嘛知影，就是无共行业有足困难的所在，所以以后若是要做其他的工课嘛会加油，就是嘛会加油。分过，大家若是有去分过宣传单，就知影分宣传单嘛是一件足困难的代志。我的 Singlish， 你嘛会当为今仔日开始讲 Singlish 对啊，做伙加油！而且我感觉迄个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会当点破的方法。我感觉做啥物工课，记得我有蛮搞早，会当点破的方法。迄个点破就是你找着做你的迄个工课会当足顺手、足好做，互你的工课变好做的代志。因为做工课本身就是上好是伫上轻松的方法。用上轻松的方法赚着上侪钱嘛，这甲工作观有关系啊，就是你做工课是为着成就，还是为着钱？做侪人应该是为着钱。我今仔日看到一个新闻，伊就是讲，伊就是有一个人去问，有一个记者昨昏风台的时阵，就去问迄个袂早顿的阿伯讲，歹势，你请问今日是安怎要开门啊？歹势，今日是安怎要？一风台遮尔大，你是安怎搁要开店？头家就讲无钱，无钱，欠钱，需要钱。就希望大家就是做工课拢会当顺利赚着够爷的钱。对啊，看你为着啥嘛？足侪人应该拢要算是为着趁钱，对啊。上好是你会当双面趁嘛，就是你做工课会当有得到家己喜欢的代志，嘛会当得到家己喜欢的代志，就是钱。那安尼敢算是，就是你的兴趣若是趁钱，你就是拍拼趁钱啊。好啦，应该无搁加个棉仔糖啊吼。Let me see， 应该无啊吼，无我要。有呢，救命哦！嘛电呢？棉仔糖是会当安尼豆啊，搁豆啊的，系啊。咱来做趣味。是安怎一张图爱？Let me see， 我安怎做较好哈？
换等等等。我嘛俩阵你是上尾一个，我们你穿阮牛仔。哎呦！当落一张看一张，当落一张看一张。嘿，阿信祝你出业了，凡事拢通平安顺遂，咱一定会过相见。你就是我心爱的心女人。心爱的，系啊，好，我嘛祝你凡事平安顺遂，凡事平安顺遂。我嘛，唔知呢。什么意思啊？这毋是较少洗身躯的，你毋通甲这个投稿的人学白讲话呢？好，解说这种代志，敢是当安尼解说？介意这个解说，所以这个解说就变做这个意思。你是我的爱豆，嘛是上好的台语爱豆，相信你。红花岛的所在，这敢若袂当讲红花岛，灯火通明的所在，同款会发现闪闪时的我，希望后世人阮阁会当来互你听，做你永远的面线。好，搁叫你紧去洗衫。甲恁报告，我今日有洗衫呢。我今日是有洗衫的人，而且我根本就毋是啥物，这根本就毋是啥物稀罕的代志。我定定拢洗衫，嘛定定洗身躯。我用迄个呢电风一直吹，因为外口湿湿。我昨昏有洗啦，毋免，我毋是洗身躯需要人，我毋是洗身躯需要人拍婆的人。我昨昏有洗啦，无爱洗衫。好奇想要问律师，伫上开始出道的时阵，开讲小可能无遐尼差。迄个时阵，律师是安怎支持家己落去的？一路行过来，律师上感动的时间是啥物？一路行来辛苦啊！那你甲你昨昏有洗身躯的人拍婆啊！哦，小罗是无？哦，我头壳内底是有小罗这个词的，毋过我感觉差嘛袂歹。我上介意恁甲我差。一开始开讲时无遐尼小罗的时阵吼，因为我是有淡薄家己甲家己讲话的能力有淡薄算是较厉害一点嘛。
就是忍受，较无法度忍受安静，无毋对啦。哇，等，这棉仔糖我会念袂了呢，哎呦喂啊！系啊。好，对，我上届别人甲我炒，甲大东仔炒做伙，炒茶安尼。好，反正就是一开始无遐尼济，对，若是讲你的开讲室，若是你真正是咧共款做害事，那安尼你开讲室，你还造成一寡话题，比如讲，这是我之前看到负面的。回应方式，比如讲，我感觉台南市内无啥物物件真正好食呀，即种，也是我感觉水饺就是爱阮客家布，客家布就是感觉要上，我感觉水饺就是爱阮客家布，佮爱阮糖。就是吸引一寡客家布，阮无爱阮水饺无爱阮客家布的人。我要讲，就是我家己嘛毋是阮客家布的人。无温柔茶茶，我气死。对，反正就是你会当制作一寡话题。食米是大家拢一定会食物件嘛。对。啊，遮个人可能就会来回应讲，你看得出来啊嘛？水饺阮客家部的人，甲水饺阮豆油的人，也是阮豆油糕的人，也是无爱阮，也是野胡椒的人。就是就会出现啊，所以吼，即个话题，食米的话题传承，吼，大家若是你有要开海是社跳知影无？出道的时阵，就会当一直讲食米，大家就会对你讲，嘛无研究啊。上感动的时间是啥？我感觉听到别人用你用过的词是一件就好势，阮葱仔酱啊，宜兰就是水饺阮葱仔酱啊。系啊，这就是无说是开一个话题，互家己接袂落去的负面示范。上感动的代志真正是，比如讲阿罗嘛。一开始大家毋知影阿罗是啥，即马大家拢知影，嘛无大家拢知影，就是伫你开讲室的人会知影一寡你的笑亏骨，笑亏骨就是你的梗，一寡笑话，也是讲一寡甲因的默契，甲观众的默契。对，我感觉这对我来讲是足感动的代志。葱仔，因为宜兰出葱仔，我嘛感觉咸的，迄叫啥？太咸啦！好，咱最后棉仔糖倒，这料就无啊！哎呦，
好，咱加上尾啊，无啊，上尾啊。对啊，就是新书嘛，两毛蛮高炸，对，就是甲观众的才会暗号，我感觉是足快乐的代志。偏偏拢是会讲囡仔头一摆熟悉就心是伫台语台频道的以下团线活动，迄时阵才知影竟然有讲母语的 VTuber。节目结束了后，随去电话恁的频道，恁阿倒呢？也是头一摆会甲大家送bingo，想袂到时间真紧，连伊着到阿新毕业的时阵，心内感觉真毋甘，不如阁也感觉着心要向大家，要向家己追求的目标前进，应该爱互恁十足的鼓励，伫遮祝阿新的旅程一帆风顺。对，我要毕业啊，好中吧 ？Today, tonight, now 。以声传声迄间真正是接触到真侪新朋友，多谢你留落来。等下阁会送一间bingo，真正是最后一间bingo啊！输你才毋是初见，啊毋免搞早。对，阿心的旅程，祝你旅途快乐。Graduating， 对无毋对？时间真紧，我嘛感觉真紧。你逐摆拢嘛初见，你逐摆拢嘛初见。哎呦，我抓袂着即个图呢，啊有啊。就心慢慢感谢讲全台湾话网络加载有恁伫咧，我才有信心学台文，互我知影，我毋是一个人有时唱水的观众。既然你咧学台湾话，那安尼，好，你加油，学台文加油。对，加载，有诶时阵真正是加载，因为刷来嘛有其他诶台语地动哦。哎呦，敢若有呢，小可，哦，敢是搁在摇？等一下蛮搞早，一点点啊。所以迄落呢吼，就是讲落大雨了，地层真正会较松。会知影透早嘛有一间地动啊。你有食酒，你家己就咧说啊。无，正常，迄毋是后来有啥物学家有出来讲，真是有即个可能，还是我阁有袂讲话啊？对啊，我会记得一罐梅仔酒，讲啥物有啉酒？无歹势，我袂讲话。有一段时间，因为状况真歹，一直无看海信。最近偷偷行出来，其实还未行出来，状况较好尔。感觉足奇妙，明明离开遮尔久，听到就心的声嘛是共款感觉，足欢喜。上开始就到毕业，有一阵仔像家蛇共款偷偷看着心，浮起来水面的时阵，其实才发现其实就心一直会记得你，真正足感动。你嘛会永远记得就心。你有预感以后一定会再花即间毕业，感觉无足艰苦。啥物请你认真艰苦呢？无论敢有洗身躯，拢足介意就心。我嘛介意安尼的你，讲正是有希望过就心，一直无爱。讲正实的，有希望过着心，一直莫洗身躯。毋过这是因为无希望你破病，
总共一句，恭喜你新毕业，希望你以后拢快乐顺心。我敢若知影这个家蛇是啥呢？我知影，我可能知影是啥哦，我有摇着哦。头起先，头起先，我感觉头看无算是家蛇，家蛇是你啊一直来食饼，一直来抢我的饼，搁就是讲话足大声，才算是家蛇。我真正有一阵仔洗身躯，对，我甲你讲，洗身躯就是会甲迄个好困洗掉。你无看迄个印度是倒位？迄个阿伯规10档无洗身躯，互掠去洗身躯了，过无几工就休去啊，对无？安尼危险啊！你咪药经过有可能骨倒，危险。无啦，无教歹囡仔。有头食才会当是家蛇，对。也很莫咬早，你哪会知影我毋是一条大肠？好。是。系啊，目睭看迄个速度无遐尼紧。我等下去看，系呀。好啦，我即摆看。他现在咱的进度严重延后，等，会，足久无来看台，过客讲足久无来看台，过来看已经是我的毕业典礼啊，真正足可惜，号名过客真正最后拢会变做过客，无想袂到来甲这么紧。祝我毕业了一帆风顺，希望以后阁会当见到我。拜拜，好，拜拜。多谢过客150块，毋是150块，歹势是1000块。安尼啊，对，欢迎大家到6阶，就是6阶系统抽较少 ，YouTube 抽足济，毋是我目睭蒙雾啊，我目睭蒙雾啊。你都我们搞咋？好，我对状况无好是正，状况无好嘛是，好，我等下去看。状况无好嘛是正常诶，状况无好是正常诶，就是人拢有状况无好诶，可能有状况无好诶时阵，我即摆是要拿秘鲁摕出来啉呢啦。状况无好诶时阵是正常诶，若是有需要斗3工，就是会当去找医生，也是去找迄个咨商诶资源，即摆资源较丰富啊。了解无就遐尼济啦，哎哟，对，你知影家己状况无好，可能较无适合伫遮伫外口安尼哭走，安尼无留话保护家己嘛是一个足好诶方法，你做了足好诶，我嘛会永远会记得你，好。多谢希望的300块，伤济代志想要讲，煞毋知影要安怎讲，只好来岛内上买一摆秘鲁钱。我真正无遮尔介意啉秘鲁，我无要啉5巴啦。其实，互这世界上上活力的先辈，你是饲好，多谢如心先辈为大家期间咧拍拼，祝福未来顺心平安。我会连同如心先辈和武生先辈分更加拍拼推上台湾语言。未来若有机会，希望再相会，加油！海信真趣味，请够好练啊！若无你就像我即马共款有淡薄要破声。
好。有人问我讲，今仔日下暗 bingo 第一个数字是偌济？是30。日本乡情在阿尼亚岛，吼，伫阿高哦，遐山区，三地门遐山区对无？好啦，大家咱开始准备 bingo 啊 ！bingo 游戏要开始啊！今仔日我画数字，等下哦，我即间的 bingo 是1到30。我来拍一下这个规则吼，5×5，会加啊！数字对，数字1到30。惊对，无毋对，5条线 bingo。10点，无毋对，10点。我测试过啊，安尼才袂共时间，足侪人 bingo。10点3分开始。哎呦！恁紧写哈，我即马要来念我的阿尼加多 super chat， 恁赶紧哦，这个3分念伊就够哦。5×5的加啊，1到30的数字，5条线 bingo。若是你得到 bingo， 我今仔日就会叫你 bingo。我今仔日就会叫你 bingo。多谢素强的红色 super chat， 出业快乐，身体勇敢，我爱你嘛爱哦。多谢小阮家己会员11个月，足毋甘，我足甘，我足甘的，因为我今仔日有洗身躯，所以甜甜。Andy， 多谢 Andy 的75块，辛苦啊！啥子哟？我没得到。阿尼亚多，多谢 Andy 的支持，会当有做分享 idol 的，会当有做分享 idol 的，面线，感觉足欢喜的，多谢你。阿咪讲，多谢阿咪家己会员15个月，上尾一摆也新暗暝较早，竟然就15个月啊！对啊，会当我呢。多谢过客的同款是会员15个月，要毕业啊？对，要毕业啊！要毕业啊！多谢刘姑姐，刘姑姐讲就先毕业快乐，请看 Discord。我有看到 Discord 有画一张足水的。足水的毕业图哦！你即摆就大声了，你总算是放这个图这个档案起来啊？咦？互大家影一下。我知影。哦，喂，啊，图就大，我要印落来，搭伫我的门房顶面。好，多谢水洗150块，最后祝福着心将来有搁较好的发展嘛！会记得尽量家洗身躯。好啊好，网友多谢网友加入会员15个月3粒爱心，网友嘛是算是唱水较长的人。多谢你啊，水洗嘛是15个月。
不低不降嘛，15个月啊，人生无袂散的办到，就互伊伫今仔日圆满。好，今仔日会圆满。心咱会想你，多谢有些会员14个月，咱会想你，我嘛会想你，我嘛会想你。身体，多谢身体150块，伊讲我有头有尾，新手 VTuber 开始，我赞助 VTuber 结束，我嘛爱赞助，感谢恁，多谢，感谢着心。你是讲 bingo 要写啥是无 ？bingo 爱写1到30的数字505。咱剩最后1分钟会当写，你赶紧。啥话讲？就心今仔日你要行向什么所在？我毋甘伫心肝内，面无啊煞头留下珠泪，偷偷对天公要下愿。望咱讲后早暗晚的迄天会使早日来到。对啊，我感觉即张甲我本人足像的，就是足有气质的款。大家写好啊未？1到30的数字，我要来画bingo。家己讲，对啊，若无今仔日真着放伫遮。对啊，是的。对啊，真正足水对无？好啊哦，大家好啊吼，我要开始啊哦。我袂，袂要紧，今仔日是我念。我惊我画着同款的数字。哎呀，哪会安尼？哪有这种代志？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好，好啦，好，好，大姐啊，最后的路程好，刚才有对着，虽然定定来挂台，无定讲话，毋过你会尽力有法度做一寡代志，祝福你心风行万里。数字18，我无写，我即间无要算，恁算就好。我要开始啊！我会写伫遮啦吼，好，我会写伫遮。最后问牛仔来，第一个数字，头拄大姐讲18，那呢咱13。5条线才bingo爱画哦。好，第2个数字，9。刷落来24，哈？对啊，9、30吧？对啊，9、30吧？5乘5鸟，你个计啊25计，写25个数字就好啊。系啊，来27，无毋对，若是你无细字画做5乘6，你甲上尾仔迄排画掉，无27太现大。1。5条线 bingo，
好，刷落来个。嘿，你，互恁想到的，嗨，互恁想到的，毋是陈律师吗？19。4个啥怎当连一串？5个才五条才有法度一线哦。7，我即马毋知影敢是第一个伫毕业的时阵算bingo的人。3，29。4粒共一条线，啊，敢有遮尔困难？10啦，10，一条线啊，有啊是，应该还袂当有5条对无？5条线 bingo。哎呀，听起来这个 bingo 的困难度是我真介意的。17，最后一间 bingo 改一下规则啊。15，2啦，22，敢真正有遮尔困难？啦，哇，14。你看排骨即马拢无点点无出声，伊练习的成果。大家我昨昏咧看迄个哆啦 A 梦的《Stand by Me》4，我昨昏咧看哆啦 A 梦的《Stand by Me》迄个电影版啊，伊有其中一个就是诺比达，我有出啊，诺比达就认真咧，就认真读数学，结果考试出来共款0分，因为伊考的是日文。还无半条，18咧，18画了就有啊。我伊领考卷的时阵，才伊搁想讲伊可能会100分。我想讲，你读数学，即马考日文，你也毋知影，你头拄仔考的，甲你读的无共款哦。11，Miss Bird 那蛮搞咋？数字要画了啊呢！1、2、3、4、5、6、7，剩7个数字呢？第bingo 啊！咱今仔日 The new bingo king is David。敢有人4条？那呢我加画一个，看你有5条无？我要画20，我加画一个20。最后的bingo对啊，我加画一个20，敢有人5条？你就会变做bingo 图，因为你减1条。哇！bingo 图，好，加一个 bingo 熊，加一个 bingo 图，加一个 bingo 熊。
啊，甲要加一个 bingo 1，就安怎样？哈？剩一条？哪有可能遮尔济，搁一哈？是毋是你是上中迄个无食着是无？一条最厉害呢，一条有淡薄仔厉害呢。好啦，咱要开始来。好，咱即马咱要来画咱的毕业纪念册。啊，我的网站伫倒啊？毕业纪念册，耶！哎，咱有15分钟，会当来画即个。有啊，我即摆要画哦。哎呦，我即摆来画一个末代 Bingo King， 末代 Bingo King 诶，Bingo King。好，你念一张传 DC， 这个网站袂互恁对无？网站，对啊，大家画都手，我拢想讲，你毋是用骨触画哦？我拢用骨触画呢。我会抱我小可拉说，你哪会安尼讲啊？这是人画的呢，你上好是画实的啊。好，人生的毕业，毕业纪念图啊。好，大家当画梦画。我来画一个，画一个地米是吧？地米地 bingo John。啊，大家会当伫遮边啊画，看你要画。来甲大家小解吼，正手边这是一个 B， 这是一个 I， 这是一个 N， G， 我看卖，安尼讲，我毋对边啊。这是一个 G， 这是一个 O。对，最后一届 Bingo on， 李雄生呢？哪里你以后会当甲？伊叫人不？那呢，我就写英文，还有英文 Last Bingo King。你会当甲迄个咱 Bingo 着顶啊，爱发表你是安怎遮尔高算 Bingo 呢？
，last chance 都，喂，哈，什么竟然有三个？多谢帮我写一个人。哈，我 ，Oh no！ 伊要叫我纳钱啊，上假死的啊，是无？是安怎啊？对啊，是安怎 ？Last Bingo King David Day You 是讲是安怎？我的字是我一开始是安尼，就是我看安尼，我想讲奇怪，是安怎恁？就是恁画图拢写倒手，就是拢写另外一边啊，就是阿舅是无？哟，然后我就发现，敢若是我家己一个人毋对边呢，就是敢若我是倒手边的。想讲发生什么代志？我能想你哦，鲁心，这是有时写的是无？啥物啊？图啊是我下呢，我写，我写我名呢。我鲁心，看袂出来，我鲁心。对，比较快乐。对啊，比较朴啊，毋就是爱安尼，就是乱糟糟啊，就是来安尼画啊。敬咱心爱的小仙女比较快乐。哦，结婚。哦，这是结婚的签名是无？还是我就是对，啊写啥物？迄叫啥？可口可乐，就是长长的迄个。看者第二啊，饲好，多谢你的付出，我嘛无创啥物大代志。出业快乐，拜日心哦，拜，歹势，无看到阿酸，无看到酸，我想讲，伊是日心88，哈，我必须啊！有啊，哈，我认出来啊，啊，有够高水的，我认出来啊。主创哦，一个主创画，恁拢真够画图呢。思念跳动的心，谢谢他们狗仔，我嘛有想要耍跳舞啦，毕业快乐，我即马真快乐，找弟弟甲你画，看到弟弟签名。弟弟，你若要出道啊？你会当？对啊，哪会安尼啊？你签名佮叫人帮你签哦？是安怎你咧耍？我嘛要耍，啥物人来甲我耍？是安怎你的线是直的，我的线是粗的啊？我赢！我赢！
哪有啊？做票有赢就会使。做票有赢就会使啊。若无正常你拢讲做票搁输，即摆赢搁袂使。哒哒哒哒。Ruby， 老师，你是安怎偷画图？来，我嘛来画一个厉害的，我来画一个厉害的，有啥物厉害好画？咱来画到10点半嘛吼，咱来画一个，现在伊要叫我创啥？我有啥物字无破掉？啊，我的。现在伊不爱互我促销 ，Ruby， 哈，伊有写字吼，我来画一只，我来画一个厉害的。好，来开始了，我要画啥？你嘛是代替伊画呢？古水帮你画爱心，这毋是阿布多咧？我想到，希望bingo是起阿哥，敢若是呢？我头拄发现啊。你敢知影是安怎？徛个的巴肚是白的，其他所在拢是乌的。因为伊的手伤短，我无要饲徛个。哦，徛个袂当有片，对，因为伊手伤短，伊敢若愈的是巴肚。画到有淡薄恐怖。毋是你有歹势，安尼这毋是，徛个，我感觉伊真徛，多谢你，哪有顶？啥哪有片啊？徛个本来就有，徛个敢有鸟按摩？徛个哪有鸟按摩啊？啊好，会当直接画。我要画一只鹦哥，这头段时会画对无？对啊，是安怎会当画敢遮尔稳啊？我毋知，我无了解。我来画一只鹦哥，我要饲的鹦哥。哦。耶！我感觉我画了真水啊！
幼师，我甲你讲，立钱。啥物叫做歹马？拜那么高早，初见平安。安尼，应该知影我要饲啥物鸟啊？啊？伊就是生甲安尼。这是巫师的那烤的面线。我嘛感觉，我感觉我即条鸟画了足水的。敢是会当差不多去做画家咧？恁敢会记得进前，就是大概有做伙画过一间的图。鸟叔啊，鸟叔啊，鸟叔啊，伫遮啊。你是讲我画一只鸟鼠啊？我来画一只鸟鼠啊！我就搞画鸟鼠啊！我收转来，我迄句话。可怜啊你！搁一盖，搁一盖。啥物我饲蛇？较尊重诶！哪像全毋是我用的啦？粉红啊色的片啊，伊想哪有淡薄香蕉啊？我无迄个意思呢。安尼鸟鼠啊，拢生安尼，有一点仔毛苍苍。满意。这只鸟啊，不爱。我袂当吃别人的物件。系啊，有爱无爱，这毋是土豆精灵，这毋是土豆精灵。恁较尊重诶。鲁比下班啊，欢迎鲁比。好啦，我要来看最后一看了，咱要来创今仔日重要的代志啊！土豆精灵。什么土豆精灵？这毋是土豆精灵咧！土豆敢是有人缀偌济？缀10块，1点钟以内扣，我即摆无呢。可可乐毕业欢喜耶！天兵皮，真久无看着你，阿蛮搞早。这是阿咪对无？阿咪毕业快乐，毋是阿咪毕业，是我毕业，就新毕业快乐，阿新毕业快乐。多谢阿咪，龙人，事事顺利，一切顺利。无啊，心相字，多谢心相字。好，无阿咪袂当毕业。这个是鱼肉画的哦，放大，伊无要毕业，
已经毕业吧。好，那呢，咱要来进行我表达我心意的部分啊，请来，算要毕业吧？算要毕业吧？头拄仔讲，我有收到热去食互我的，毋过因为风台的关系，寄的物件都咧路顶。好，高三辛苦，加油，来咱继续画。咱要来，我来看一下我的 round down 啥物代志先做。有我有收到，歹势弄着倒啊！有我有收到。好，那呢我要来，好，有我有收到这种无？大家要画是会当继续画啊！我要来讲恐怖的代志啊！毋是恐怖的代志啦，我应该有准备一个，敢是这个？敢是你 ？Let me， 想说我听袂着啊？想说我听袂着我家己的 BGM。安尼敢有听到 BGM？ 那安尼我要开我家己的海信起来看，敢有 BGM 安尼？系呀，无，我着听无我的 BGM 吼。有呢，好，有安尼袂歹，诚细声，我转较大声的，毋过毋是伫遮要，迄个我要伫遮。我初心是种厉害的，是安怎你讲？是安怎你遮大张倒伫遮啦？等下啦 ，Why？ 是安怎我即摆画面变安尼？伊袂使安尼啦！你到底咧创啥？伊歹去啊啦！伊真正歹去啊，毋是我。你这个就是伫遮，哎呀，就是等毋着所在，伊毋知会出现，破坏我的情绪。我对就是上尾一天出即种代志，感觉即摆敢搁读做伙，我已经迄落啊。我对最后一天搁舞即种代志，感觉非常的，感觉到底是安怎会发生即种代志啊？即摆好啊吼，那安尼我有。真正免呢，我有写批要互恁，毋过我敢会当先去放了。等下啦，我等下转来。
哦，即摆音乐应该阁有对无？因为我遮雄雄长去啊。唉，我本来无要。唉，好啦，好，等下就转来，随转来。哪会晓啊？转来啦！哈？什么意思？甲人呛水啊？好，我转来啦。多谢护士甲我斗呛水哦。嗨，我要请大家转换一下心情，咱要认真艰苦10分钟。好，我准备好啊。那好，我准备好啊。因为无啊，我嘛是种认真在哭啊。好。啊，我先讲，就是我感觉看到即个写字的字咧，可能会就是感动的成分，因为字伤歹会减30分，所以大家先哭吼。好，我准备好啊。你伫洗门袂当哭？哦，我头拄掠出你真正咧洗门。好，毋是，是伫洗门袂当哭。好。结果无呢啊！我惊你哪会笑较紧。好，我要点我的批啊。我陈如新，今仔日啊哦，我陈如新，今仔日。今仔日要对新小毕业啦，就是早就应该爱甲这张批写好啊，一直拖到毕业前一天才有法度甲进前写的认真整理。就是我进前但不时想着要写啥，对啊，莫哭，但不时想着要甲恁讲啥物话，我拢有写起来。啊，一直到昨昏。好，我才阁听袂到 BGM 嘛。好，我感觉我听袂到这个 BGM 是好代志。就是一直到昨昏，我才有法度认真甲进前就是写的物件好好啊整理。因为我感觉我可能会，若是直接讲，我会讲袂落去，所以我写批是为着今仔日莫讲袂落去。啊，哪会知影
就是写批嘛会写袂落去。我昨昏写好明仔载，但就心理定的为最后一摆布鲁布鲁就开始哭。佮来讲，就是布鲁布鲁进前，我确实有哭，啊，毋过因为感觉最后一间汉神无想要哭上久，所以我忍起来啊。咱做伙经历这个代志，一开始做鸦片，为爱豆日记铺开始。讲故事，佮有第一摆出 cover， 佮有原创曲，到后来开始海信。到后来开始海信，食奇怪的咖喱配料。迄个时阵感觉上满意的代志，就是迄个鱼仔罐头配咖喱，真正足好食。我昨昏配咖喱食掉一罐。做伙迄个时阵，甲冠上，佮有有上做伙耍 Minecraft， 佮有做足侪食物改造的物件。迄个时阵想要做一寡台湾传统的点心，甲伊改造就是变搁较水，因为足侪人可能感觉迄种物件已经变做老人的，就是老一辈才会食，所以我迄个时阵想要做即件代志。嘛确实有做几项，我拢感觉袂歹食，大家会当去评来看。佮有足长时间的跳龙，跳龙对我来讲是，足侪人熟悉我是为跳龙迄个时阵开始，嘛是因为跳龙，所以互我迄个时阵熟悉足侪其他的 VTuber 的朋友，佮有变做最后姊妹组合的天花，佮有丽娜，佮有后来做伙食中昼顿。我做伙食中昼应该，我佮开始听到我的 BGM 嘛，一阵啊。佮有迄个时阵做伙食中昼，虽然讲迄个时阵中昼顿的时间，我会记得我是为11点半开始开，所以我逐摆拢会提早去买物件来食。毋过就是困甲真正开海神要做伙食的时阵，有淡薄仔冷气，所以拢无真正足好食。佮有甲大家做伙耍恐怖游戏，我真正足惊的。毋过我嘛是甲迄耍了啊。后来开始做一寡奇怪题目的杂谈，我足喜欢甲恁做伙讲一寡543的。后来换新衫，头唱大尾的杏仁豆泥，啉落来佮配转去，佮啉转来佮配转去。一日买豆的时阵，第一摆和恁单独讲话，佮有毕业主题的联动，和我之前足介意的 YouTuber， 就是 OTK， 讲毕业的代志，嘛邀请迄个时阵邀请苏尔，邀请其他 Yuna 做伙来讲用爱豆的代志。因为我家己会想要做爱豆，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家己咧用爱豆。讲迄个毕业的汉神对我来讲真重要嘛，整理足侪大家家己头壳内底的想法。佮有算我，若是恁无叫我算，我可能袂算的聊天中。多谢迄个时阵。啥我的寄付，互我去买迄个聊天中的游戏。这真正即个游戏是我可能若是无海信，我都袂耍的游戏。多谢恁互我即个机会去试，就是去耍即个游戏。佮有恁陪我做伙了解日日巴叮当的历史，陪我读册。
后壁的批我着想莫空出来，若无恁会毋知影我咧讲啥。搁有做伙熟悉罗马字，莫名其妙开始耍 bingo 变做咱一个看台、约台的一个骨。我感觉真特别，目前应该无看到其他遮尔认真耍 bingo 的人。搁有三星即个无人咧叫的 bingo， 搁有通灵游戏的通灵王。遮侪人是为初期就伫我身躯边，嘛有足侪人是豆豆仔加入面线的大鼎。对恁的感谢就是我写毋着字，真正是讲袂了。嘛，多谢庙公有声贯声，一路为还未海信进前诶牵架，搁有陪伴。对恁对恁嘛，我嘛有，对恁我嘛有诚侪歹势。对我决定我要毕业到实际上公布的期间，恁含我讲，明年也是后届要做伙过啥物节，我拢毋敢应，就是有的时阵敢若会当，有的时阵敢若会当甲恁讲，才搁看卖。我无想要答应恁，我做袂到的代志。歹势，就是无法度互恁搁较侪约束。毋过，我决定我明年的新年愿望要留一个互恁。我希望伫恁生活无顺利的时阵，拢会当平安度过。因为恁真正是我生活无顺利的时阵，帮助我度过的支持。老实讲，一开始我根本就毋敢想家己会当有固定的观众，因为迄个时阵知影，做就是要做台语的代志，也是讲，要做台语这件代志本来就较困难，应该爱做甲比，就是讲大家较熟悉的语言较侪，较熟悉的语言的人搁较厉害。啊，毋过我感觉我无，我真哎哟，我互家己人笑，我要气死，我要念互恁看。我讲，我根本毋敢想家己会当有固定的观众，甚至是真做啥物人的主杀。我唱歌唱袂赢歌手，论声嘛毋是温柔的阿姐，我要写阿姐，我内底写阿姨。我哪会写阿姨？我哪会写阿姨？我哪会写阿姨？哎呦！我写，哎呦！我写讲论声嘛，毋是温柔阿姨。哎呦，阿姨莫哭。毋过行到即马，就是遮尔侪人喊我讲，看到我的海信，
会欢喜，下班就我毋是嘛，下班就赶来看海信，甚至讲我是因的主嫂，逐摆听着。逐摆听着，我拢会感觉重新充电，多谢恁。啊，毋过我嘛是呢，透早的代志无用煞，就会开始想讲，暗时的海信要和恁讲啥，阁会当和恁见面啊。足侪人拢会和我分享讲，感觉伊家己无效，无啥物出头。讲我是互因生活支持的人，讲我是互因生活支持的人，我想要互恁知影，对我来讲，恁拢是我的塔卡拉莫诺，是上要珍惜的宝物，就是恁对我后壁有写好。人经历的代志，可能有一天会袂记尽。就是我是相信，有一天可能会袂记尽。无论是恁袂记起我，还是我袂记起恁，可能有一天即个代志会发生。啊，毋过我感觉经历是确确实实影响未来的，就是咱经过的这段时间造成的影响是会影响未来的。我会一直带着恁予我的力量，继续向前行。会记住，会记住我足介意和恁相处的时间。恁拢是有能力会当予人力量的人哦。然后，最后爱保持温柔。可能咱拢还袂准备好，要面对咱无法度相伴的未来。毋过时间到啊！我相信恁会当勇敢。我嘛会勇敢。我念了啊，我毋是讲袂哭。后壁因为迄支笔无水啊，所以我后来就换另外一支笔，还搁另外一支笔，结果另外一支笔写甲足歹。哎呦！咱最后，好，好，咱最后要唱两条歌。哈，真正，哇，真正是毕业呢！我知影迄件代志，啊，毋过我袂记起我是要讲啥物代志啊！这个批，就是，这个批。我本来是想要去买一支笔，哈，到录音，即马哟，即马，哈，即马，伊嘛 now， 马上，哈？哦，你是要即马我全部放出来哦？我有听，
真正有听，毋过我即摆要放，我知影，我来唱歌唱了，我来唱歌唱了吼，好无？我来唱歌唱了，了后放，恁看啥款？我即摆放我会出代志啦！即摆放，对，就是安尼，哦对，我讲到一半咩，就是即个纸，我本来是想讲要去册局买一个较水的纸，佮有较水的笔，安尼，啊结果就风台嘛，啊就无法度，大概就是大概就迄落啊，吼，就是。好。大概就无公开，我实在是足惊。啊，这是我的笔记簿啊。好啊好，我等下再放，最后再放。好，那呢我要有啊，我有看到，这毋是批纸，这是我的笔记簿啊。我迄阵足宝贝。哈，你也袂当放，你也无写，无公开啊。好啊，我收起来。好啊，好，大家拢袂使放，我嘛是安尼感觉，无呢，吼，对啊，阿酸，好啦，咱。讲啥就是对啊，是讲啥，恁是讲啥，恁偷偷讲啥，我拢有听啦。我其实是听了才开始准备要写批，若无我一直哭袂出来啊。好，好。酒也暗蛮搞炸，好，3条歌，咱来食。3条歌，2条，歹势是2条。一条是，我迄度咧？3条，哪3条？好，3条就3条。那咱第1条是蚵仔面线。咱第1条是蚵仔面线。哎呀！毋知影敢会足大声，应该袂理论上。蚵仔甲面线，一个爱藏水，一个爱日头晒干。生活无相共，想袂到结果会变甲这呢慢。亲像你甲我本来无熟悉，即马斗阵伫这。你想要听看我唱歌互你听，我甲你斗亲像是蚵仔面线，无味的人生若是有你着香，我若感觉孤单，拢
无想要甘口声唱歌。哇！一个世界有我无我，看来拢无差。但是有你陪我唱歌，安怎拢快活？我的人生有你陪伴，虽然嘛会惊。但是无你，我毋知影我会当创啥。我甲你就亲像是落暗暝线，无你的人生若是有你就香。原来欢喜是这样简单。真正无应该唱这条的，大家讲知影就是一开始是安怎面线会叫面线，恁袂使敢若外口的感觉啊！啊，一开始就是，迄时阵就是迄时阵就是出面线蚵仔面线的 cover。迄个时阵就想讲，若无恁就叫做面线好啊。哪会知影？就一直真正叫甲，敢会当搁加钱啊？我爱纳钱才有法度加钱啊！毋过我即摆无法度甲伊纳钱呢。我后来才发现，我后来才想讲。我后来才想讲，就是，系啊，那你我毋就是蚵啊？好啦，嘛无一定要哭啊，对无？就真正袂当纳钱，就是一件伤心的代志嘛。毋过我敢若会当另外开一页，等下我记毋着啊。我。则无咧，好，当作啥物人做你永远做我的蚵仔，好无？听起来就歪，听起来就歪呢。好，伫唱真正要结束的2条歌进前，甲大家讲一件消息，就是明仔，是明仔，应该明仔。陈天辉频道会出一条我甲伊的 cover， 进前唱的迄条。朝どこね？希望大家阁有印象。就是迄条歌，明仔载，明日，可能明日啦。就关注一下伊的频道。一条歌，后一条歌是。若是恁以后伫路顶看到就心仪蚵仔面线，可能会当去交关一下。好，这条是可能是老人才会知影的歌，系啊，恁就可能爱老人才会知影的歌。若是你知影，你可能至少20岁。哎呀，是
放課後ティータイムへ天使に触れたよ。拄着天使，小拄的天使，就是我毋知影应该讲至少几岁啊？即摆看美的人可能国中生，你也知？我毋知影，我想要讲歌词，嘿，开放无？我毋知影我要讲歌词是结束才讲，还是即摆讲？即摆讲我等下就会开始哭，等下讲可能即摆嘛会开始哭，等下才讲好啊。好，天使に触れたよ。毋是讲20岁是老人，就是一个年岁，你可能爱看过，爱迄个时阵。帮我听，ねえ、思い出のかけらに名前をつけて保存するなら宝物がぴったりだね。そう、心の容量がいっぱいになるくらいに過ごしたね。ときめき色の毎日、なじだ制服と上履き、ホワイトボードの落書き、明日の入り口に置いてか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のかな。でもね、会えたよ、素敵な天使に。卒業は結構しっかりやってよ。仲間だから一緒の写真たち、お揃いのキーボールだ。いつまでも輝いてる、ずっとその笑顔ありがとう。ねえ、桜の木もちょっと背丈が伸びたみたい、見えない。ゆっくりなスピードでもきっとあの空は見てたね。何度もつまずいたこと、それでも最後まで歩けふとっと、ふわり方角の廊下に、これは音符の羽、ふかふか積もるまでこのままで入れたらいいのにな。でもね、触れたよ、愛すべき天使にただいまって言いたくなる。この場所はメールの初心が丸したカレンダー、とびきりの夢と出会いくれ、音楽にありがとう。駅のホーム、変わらぬ道、離れてでも同じ空見上げて、ユニソンで歌う。あれだよ、素敵な天使に。卒業は終わりじゃない、これからも仲間だから。でもね、会えたよ、素敵な天使に。卒業は終わりじゃない、これからも仲間だから大好き。
哟。我拄着美丽的天使，毕业无是咱的终点，咱以后嘛会是好朋友。大好きで言うなら大大好きで返すよ。忘れ物もないよね。ずっと永遠に一緒だよ。若是你讲大好きで言うなら，若是你讲你介意我就会甲你讲，我大大好き。我比你介意你，更较介意你。忘れ物もないよね。忘記的物件一樣無法好。ずっと永遠に一緒だよ。咱會一直一直做伙。咱会一直一直做伙，到永遠。一番好きの大大。天使に触れたよ。多謝你哦，請我講ありがとう。然後是雷蒙是雷蒙啊，你袂掉。望这两当来做美的经验，会使甲你未来的时光帮咱好。感谢你互阮送，我已经互恁送倒啊！伊毋是安尼讲，有时毋是安尼讲的。阮会继续甲你放伫阮的记忆内底，诚做上水的迄粒酸酒。乌鸡壳的Diamond，毋是最后一条，毋是即条，最后毋是即条。袂要紧，拄比你即马后一句讲的话，我会甲你当做，哈？什么意思？好，那呢，那呢，没结束啊？那呢？桜の花びらたち。然后我会入进迄落大家的画面来放恁讲互我的话。当初有全台语的美咧开实吼，感觉足欢喜。虽然我来看待嘛无定定讲话，毋过足欢喜有拄着就心，多谢 sister 500块，希望未来平安顺利，平安快乐。桜の花びらたち。伊是安怎雄顿顿啊？最后一条啊！一声大声，一声大声，一声大声，喂！哎呀！教室の窓絵にはうららかな日だまり。あとわずかの春のカレンダー。初級中は同じ制服着た仲間たちが大人に見える。それぞれの未来へと旅立ってゆくんだね。背の中に夢の羽が生えてる。桜の花びらたちが咲く頃、どこかで希望の鐘が鳴り響く。私たちに明日の自由と勇気を
どこかで誰かがきっと祈れる新しい世界の音自分のその手で開くこと喧嘩して電話して泣いたことあったね悩んだ日がなぜか懐かしい喜びも悲しみも振り向けば道のりどんな時も一人じゃなかった卒業写真の中私は公園で過ぎる季節見送りたいさよなら涙の花びらたちがハラハラこの方流れ落ちて湧き出す青い空見上げ大きく深呼吸しながら涙の花びらたちがハラハラ思い出のその分だけ美しく目の前のドナの階段一緒に登って手を振ろう桜の花びらたちが咲く頃どこかで気温の鐘が鳴り響く私たちに明日の自由と勇気をくれるわ桜の花びらたちが咲く頃どこかで誰かがきっと祈ってる新しい世界の音自分のその手で開くこと涙の花びらたちが青空見上げ涙の花びらたちがハラハラ思い出のその分だけ美しく目の前のドナの階段一緒に登ってて手を振ろう这个气氛感人对着眼睛唱歌我希望靠干念念哎呦，这个气氛都在眼里。好了，都在里。我本来是想讲，做了，我要一条切带机烧。因为我惊我见袂着，我即摆是要安怎录啊？安怎放啊？咪得得呢？我头拄仔要甲鲁比讲，我要甲鲁比讲，就是因为你讲你的会员无法度跳迄个老话嘛，所以我讲你后一句讲的话，我会当做你是迄个
这个要其实，我想要想咧家己听就好，敢袂使？啊，就是。多谢恁，我有就是有恁的时间，我真正过了，足欢喜嘛，足幸福的。安尼安怎？安尼安怎呢？好，你说过啊？就是。我毋知影，恁敢毋知影？伫 AKB 的剧场内底，因最后会甲，就是因有一张公式相片的壁，迄个壁顶会放，就是因的相片。啊，因毕业的时阵，就会甲迄张相片摕落来。然后我想要甲恁分享一件代志，就是我知影是安怎爱豆团体拢需要是团体啊，因为咧毕业的时阵唱歌，若是敢若一个人唱，真正会唱袂出来。好啦，那你咱就是多谢牛骨茶。多谢牛骨茶画图互我，嘛多谢遮尔用心准备毕业礼物的恁，很多年安尼安怎？多谢小文。就是物件做到别人做袂到的代志啊！传台语的，真甲有 VTuber 做无简单，毋通看人家己。未来一定愈来愈好。多谢安尼安怎？哎呦！我知影恁足侪人吼，迄个平常时。其实大家拢共款，毋是啥物学着石油的大，就是学着石油的厉害人。啊，毋过，多谢恁大家愿意寄付，还是讲直接和我讲话。好。真正要结束啊！我敢有头拄无念着的 Super Chat， 唱歌的时阵敢是有？无，我拢念不了啊！阮足好，阮足请大家，若是要去寄付别人，还是寄付互我，还是你未来创啥物代志的时阵，爱记即项照顾家己。毋通啥物省便当钱，哈？啥物？好啦，好。哇，真正要毕业了呢！万行书东书。
顺利。健康生活。好啦，好，安尼咱就来甲相片讲拜拜，就是因会最后会甲家己做爱豆的时阵的相片摕落来。咱就甲爱豆的身份讲再会，反正毋知。咱台湾人嘛，小拄会着。我甲我一寡朋友咧离开的时阵，分开的时阵，暂时离开的时阵，拢会讲小拄会着，就是总有一天，就算反正是后世人，伫地工的时阵。可能是伫地工的时阵，我会看到啥物一直叫我洗身躯的人。恁遮的人一直叫我洗身躯，绝对袂去天堂啊！好啦，那安尼咱再会啊！托啊先生再会，爱豆女心再会。那安尼大家拜拜，拜拜。布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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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噜布噜。布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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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布噜布噜。布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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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布噜布噜。